咁至於有啲院校咧，可能其實未必每個同學仔都會面試嘅，可能佢會抽取一部分嘅同學仔出嚟面試啫。所以若果同學未收到面試嗰個嘅機會，唔代表咧佢唔能夠入讀某啲嘅課程。大家好，我係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葉偉文副校長。喺放榜之前嘅面試咧，通常我哋都想揾一啲同學仔，可能去睇下有冇一啲嘅興趣啦、技能，或者喺嗰個熱誠上面咧，去了解下同學仔係咪適合讀嗰啲課程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同學仔都可能喺面試嘅過程都會有好多可能問下佢一啲過往嘅經歷或者經驗啦，以至咧佢能夠可以咧表達到佢同嗰個課程咧，其實再讀落去嘅時候咧，佢可以發揮到佢自己一啲嘅潛能。而放咗榜之後啦，咁好多時候咧就可能會根據翻佢哋個成績，可能再挑選一啲同學仔入讀。咁呢個咧就可能比較競爭性大少少一啲。咁所以咧，同學喺嗰個嘅安排上邊咧，我諗喺嗰個整理佢自己個人一啲資料，同埋咧喺嗰個嘅安排佢自己嗰個嘅，譬如放榜之後，佢點樣去同對方去表達佢自己喺 DSE 裏邊嗰個成績嗰個嘅表現啦。其實呢一方面咧都要花多少少功夫，讓佢能夠可以同院校嘅面試嘅人員去講下，佢其實自己喺 DSE 裏邊嗰個嘅成績，其實點樣能夠可以同佢將來嗰個嘅升學嘅選擇，能夠可以咧係再進一步去發展，或者咧能夠可以發揮到佢自己嘅潛能。呢個就要睇下唔同嘅課程或者唔同嘅院校裏邊安排啦。基本上咧，同學仔若果之前有收到一啲院校嘅面試，或者有叫過佢去面試，而同學出席面試咧，其實院校就會認識多咗少少呢位同學啦，或者係去知道呢位同學喺嗰個學系或者嗰個學科裏邊咧，佢係咪真係適合係繼續喺嗰邊去發展？咁若果院校有 call 過你，而你冇去面試咧，咁呢個你個機會相對嚟講咧，可能就係少比其他同學仔低咗，因為你冇俾對方去認識你自己嗰個嘅情況啊嘛。咁至於有啲院校咧，可能其實未必每個同學仔都會面試嘅，可能佢會抽取一部分嘅同學仔出嚟面試啫。所以若果同學未收到面試嗰個嘅機會，唔代表咧佢唔能夠入讀某啲嘅課程。當然呢一樣嘢，同學仔都需要去了解清楚嗰啲院校有冇寫話必須要面試，定係講話係擺呢個選擇性嘅面試，定係咧話唔需要面試。咁呢啲資料咧，其實喺 JUPASCO 網站上面咧，同學仔都可以揾得到嘅。各位 DSE 嘅考生，相信咧你哋都喺度等緊放榜嘅時間。喺呢段時間咧，相信你哋都會有啲緊張或者擔心嘅心情。只要相信自己，按照你自己嘅能力同埋興趣去揾你自己嘅選擇，好好去部署。相信只要你肯繼續去升學，或者你希望繼續升學，香港一定有一個可以合適你嘅課程繼續升讀嘅。